安檢出到嚟攞埋行李啦，呢度有個卡可以唱錢。咁佢今日個匯率係幾低嘅，唱咗啲卡塔爾幣啦。仲剩咗可以換翻USD 咯。我嚟緊嘅時候攞住呢張你先可以翻嚟呢度換吧。就度都有閃卡啦，以呢間為例咧，佢都標價咗啲卡塔爾幣，即係幾錢嘅一日咁樣啦。咁不過我自己本身咧就已經喺香港買咗閃卡，所以我就冇喺呢度買啦。多哈個國際機場啦，即係佢最出名咧係佢有個室外嘅花園啦。我離遠已經聞到一陣水味咯。好似上面有天鵝咁咯，確實係幾靚嘅。佢其實係一條好似凌空啦，喺呢一個機場入面嘅一條路軌，幾有未來感咯。有機會大家都可以試坐一下機場快線，係凌空版咁樣。